大家好，歡迎來到我哋嘅頻道。試想想，你平時睇書、睇手機，甚至望住你最中意嘅人，突然間眼前嘅中央變得模糊，甚至有個黑點擋住咗你嘅視線，你會唔會覺得好驚？呢啲可能係黃斑病變嘅早期症狀。黃斑病變係一個好常見嘅眼疾，尤其喺50歲以上嘅香港人入面特別多見。好彩嘅係，我今日會教你一個超簡單嘅初步自我檢查，等你喺屋企都可以檢查下自己有冇患病風險，唔使專業工具，3分鐘就搞掂。首先，我哋嚟了解下乜嘢係黃斑病變。黃斑係我哋眼底視網膜上一個好細嘅地方，但它好重要，因為負責我哋嘅中央視力同精細視覺，例如睇字、揸車，甚至認人。如果黃斑有問題，你會覺得望嘢時中央有黑影或者模糊，但周邊視力可能仲正常。喺香港，好多人受呢個病影響，但好多時早期症狀唔明顯，容易被人忽略，所以及早發現真係好重要。試下想象一下，你而家同屋企人食緊飯，望住台上嘅美食，突然間眼前中央出現咗一團黑影，連你面前嘅碟菜都睇唔清。你試下移開視線，但個黑點好似跟住你咁，甩都甩唔掉。又或者你喺街行緊路，路牌上嘅字突然變得好似波浪咁彎曲，點都睇唔清楚。呢啲感覺唔係好不安咩？呢啲就係黃斑病變患者可能每日面對嘅情況。但唔使驚，今日我會教你點樣用阿姆斯勒方格表 Amsler Grid Test。阿姆斯勒方格表是什麼？阿姆斯勒方格表俗稱格仔，只可檢查中央視力，作為黃斑病變嘅初步檢測或病情監測工具。若黃斑病變已損害中央視力，患者可能看見格線扭曲、變形、出現暗點等異常情況。準備好未？一齊嚟試下啦！好啦，現在開始測試，只需簡單5步，快速檢查視力。1. 請確保環境光線充足，如你平日需佩戴眼鏡，應戴上眼鏡測試。2. 把方格表放在眼前，並保持33厘米嘅距離。3. 用手遮蓋左眼，以右眼凝望方格表中心嘅黑點。4. 留意附近線條有否變形或斷裂。5. 用手遮蓋右眼，重複以上步驟，用方格表檢查左眼。記錄結果，如果有任何奇怪嘅情況，例如線條變波浪形，中間有黑點，記錄佢。測試完咗之後，我哋嚟睇下結果。如果你望住條線全部都係直嘅，無模糊、無扭曲，恭喜你。暫時睇嚟你嘅黃斑好似好健康，但都要定期做測試。但如果有啲線條變咗形，例如好似波浪咁，或者中間有黑影、模糊地方，呢啲可能係黃斑病變嘅早期信號。唔使太緊張，我哋 Brady 黃斑健幫到你。而家 Brady 黃斑健享有8折優惠，只需輸入優惠碼 KT2588，快啲嚟選購啦！